虽然朕一直安慰奕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二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二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二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二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？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每当朕与奕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奕欢是他的恋人，他才是兄妹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虽然后来奕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，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会不会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这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奕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奕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奕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这是圣命，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断。奴才明白。